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主就是迄个灵，主的灵伫倒位，遐就得以自由。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3章17节。咱人的肉体往往伫无意中会得到疾病、外在事物，甚至家劳的限制，心灵却常常受烦恼、郁卒、痛苦、咱的喜爱、加罪孽的限制，艺术家得袂到自由，灵、魂、体拢受到影响。肉体的束缚有当时人通好解脱，但是心灵的限制呢，独独靠主的灵才会当得到透放。什么是主的灵呢？主的灵就是迄个自由、拥有、真实的灵，伊圣洁的灵，伊的灵是充满着万有。只是咱有一寡人并毋知讲，无论伫倒位，拢是伊临在所在。只要你认捌了解，来信靠伊，仰望伊，无怀疑，不断地用虔诚的心，向真神主要所依来讹乐祈祷，心不断地归向着真神，伊就要带伫你的心灵内面，互你的心灵会当清心有真理的自由，你规个人就要快活起来。亲爱的朋友，你试看卖，你就要得到意外平安咯。主就是迄个灵，主的灵伫倒位，遐就得以自由。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3章17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真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，感谢收听。